各位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遲朝嗰節嚟咗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來關心嘅係東北亞青學對節目地度為大家繞場度特別來賓係師範大學嘅范學平范教授，老師您好。謝賢兄，大家觀眾好。謝謝老師再次來到節目現場。那我們從東北亞開始談起，那最熱門的莫過於這兩天大家在媒體上一直聽到金正男被刺殺。是。那他被刺殺，其實整個過程我們看到很多像電影情節一樣的內容，其中比較讓大家起人疑竇的是，怎麼變得像是在好像北韓跟馬來西亞兩個當事國各說各話？那依照老師長時間觀察這個東北亞的情勢，你一開始聽到這個新聞的時候，你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這個的確讓大家覺得很壓抑啊，因為他的這個手法，因為我們知道暗殺北韓的特工暗殺是時有所聞，但是暗殺就是暗的來嘛，怎麼可能在一個這麼人來人往的機場來做這件事情？哦，那這個公開的這樣一個行為，的確是不符合所謂的特工的一個原則啦。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是讓大家起人疑竇的地方。那第二就是說，金正男，當然我們知道就是說他在血統上他是這個金正日的一個大老婆所生的，對，同父異母嘛，對，所以金正男跟金正恩同父異母，但是金正恩他是這個金正第四個老婆生的，就是金正恩第四個老婆生的，所以在這個血統上來講，他是比較不純正啊，所以外界是一直懷疑說，是不是因為這個。他對金正男有很大的這種擔心啊，然後就是說他因為他的血統不是那麼純正，因為他那個北韓強調的是白頭山血統，甚至認為就是說金正恩的母親呢是日本人，有這個說法，說他是富士山血統，所以這個富士山血統不純正。那我們知道說最近當然就是說，因為這個金正恩上來之後，第一個殺的是張承澤，他的姑丈。那張承澤本人是跟中國關係很好，那。這個據說呢，那個金正男呢，也是中國所屬意的一個接班人。對，而且金正男一直在這個澳門生活。澳門當初在胡錦濤時代，就是金正日拜託胡錦濤照顧他兒子，所以才把他安排放在澳門這裡。對，所以說這個在澳門等於說中共保護着他，而且中國也派有特工啊，這個保護他。所以說這金正恩他作為他的母親是高英姬嘛，啊，是這個這個金正日的第四個老婆，所以。他的這個地位來講，基本上是比較不穩固的了。所以他上來為什麼要殺張承澤，或者他跟中共不會是一個比較遠的距離，反而比較親美。就他不希望就是他，因為他就知道習近平或中共他是屬於的是金正男，所以他把張承澤殺掉，斷了這條路。那然後加上我們知道最近就是說外傳就是習近平跟川普通電話之後，似乎就是說有一個傳言是說習近平願意讓這個美國派這個特工部隊。去對金正恩進行斬首，你覺得可能嗎？我自己是懷疑啦，因為我覺得中共應該不會做這樣，但是這種謠傳啊，我並不認為這個是事實，因為對中國來講，如果說真的這樣的話，那南北韓統一了，南北韓統一的話是在南韓下統一，在美韓下統一的話，這個對中共來講是更不利的，因為你等於說美韓的力量已經直接到了鴨綠江邊了，所以我認為那個傳言不是真的啦，但是我認為金正恩因為他還沒有自信。啊，我剛剛講過他的血統問題，他殺了這麼多人，所以內部反彈的力量是很大的，特別是這些老臣，所以他是沒有安全感的，所以他可能聽到這種消息，他產生一種疑慮啊，所以他乾脆就是說，因為他擔心就是說會不會把我斬首之後就拱這個金正男出來啊，那這是他的疑慮，所以他乾脆就做這樣一個先下手為強的一個作為。但是呢，我們目前看到就是說，到底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是金正男，還有一些不同的說法。北韓很有趣，我們在北韓這個朝鮮新聞社的報道裡面，他們只講北韓籍男子，對，並沒有提到他是不是金正男。對，同時也不要忘了，他也沒有否認他是金正男。對，他說一位持外國護照男子，因為金正男用了，如果這個人是金正男，他的護照其實是金澤。對，但是我們知道北韓的人其實出去都是用假護照了，包含之前2001年金正男去日本的迪士尼的時候也是用假護照，所以到底現在就是說最大的疑問點說，這個人到底是不是金正男？因為現在也有日本的媒體報道說，金正男身上都是刺青，肚上也是刺青，可是從這個媒體所發布的照片，他那張就是已經攤在椅子上的照片是沒有刺青的，所以很多人說這個人可能不是金正男。是哦，那如果這樣子這個大的一個大羅生門的啦，哦，那而且北韓有個習慣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我幹的事情呢，我一定會承認，哪怕是壞事，哪怕是壞事，因為他也不怕，他就要對這個展現說，我的這個北韓的強勢，就是說對金正恩來講，如果我今天殺了金正男，其實他如果是他做的，他為什麼要否認呢？因為這表示什麼？只要對我有構成威脅的人，我就是天涯海角我就抓到必殺。
这对他的权力稳固是有帮助，对他在国际上的这种硬汉的这种形象是有帮助，对于国际间不敢对他这个制裁是有帮助。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金正恩真的下令来做，我都不觉得他有什么好否认，因为他连他的这个姑丈张承泽都敢杀，用犬刑的方式，他怕什么？他根本不怕人家说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为什么不敢不承认？是不是真的是就像我们知道之前的天安舰事件，北韩一直说这不是我干的，外界就质疑说，其实北韩过去是不太会去掩饰他的做的事情的，所以这就有点反常，就是说为什么他不承认？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第一个，现在金正男是不是他本人，这个要去再做调查。对，那北韩现在就是说，你先把尸体运回来，但是马来西亚说坚决不愿意。所以我们知道马来西亚跟北韩过去关系是非常好的，对，因为双方是有免签证的。是，你想想看哪一个国家给北韩免签证？而且马来西亚人只要去北韩也可以免签证，但现在的关系似乎有一点就是撕破脸了。对啊，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讯息还有一个诡异的地方，就在说这个金正男被杀是南韩的媒体先报道。对，啊，那再来就是说日本的富士电视台有掌握到这个所谓的金正男被杀的那个影片。对。就是很奇怪，就是都是跟这个事情无关的国家，那就是会让外界觉得说，这个新闻到底是不是有它的其他的阴谋论或什么原因？对外界还不太知道。老师刚才讲到，就是金正恩他是一个很强势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个强势的人好像在国际上也立即受到他的锐气也被挫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中国的商务部18号就发布声明说，根据联合国去年11月这个安理会的这个制裁案，他们要停止就是在北韩以往一直卖这个煤给中国，他们制裁这件事情，北韩的煤不能卖来，然后从隔天起就生效。那当然，中国官方的讲法还是讲说，因为去年底我们就知道，因为安理会就有这个决议，可是刚好这个时间点让我们会怀疑说，会不会是跟这一次的事情有关系？其实这个联合国这23、21号的这个决议案是在去年11月就已经宣布了。对，那其实中国大陆一直外界批评就是说，他好像就是阳奉阴违，然后护着北韩，护着北韩。那为什么？就是说，习近平当然不喜欢金正恩，所以你看，就是说，习近平目前没有去访问过平壤，但你看这个江泽民、胡锦涛都有去过啊。那这个金正日或者搭火车千里迢迢，对，都跑到北京去，常常去啊。那金日成更不用说，可是金正恩没有，所以双方关系的确是不好啦。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那个金正恩上来之后，他杀了张承泽，张承泽是北韩跟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管道，对，当然也是一个经贸管道，所以对习近平来讲，你打狗要看主人啊。那对他们对金正恩是不满的啊。那加上金正恩又搞这些核试啊什么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但是但是从那个中共来讲，他当然不希望北韩这个政权垮台了。我们刚刚讲过，垮台之后。第一个难民问题怎么解决？第二个，南韩的跟美国势力长驱直入的话，那直接威胁是中共的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他们虽然不喜欢金正恩，但是也不希望还是维持一种经贸往来。但这一次的对这个制裁，对于这个北韩煤炭的制裁，因为我们知道北韩的这个输往中共的煤炭是占它的外贸40%。所以是相当的严重了，所以现在几乎快要一半的经济来源就垮掉了。对，所以说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北韩来讲，他的确面临到就是说，我认为说这次起事件就是说，他担心金正恩担心什么，就是说中共可能跟他翻脸了，然后中共可能跟美国联手来推翻他，然后扶持金正男，对，这是他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忧虑，而且这个忧虑其实是很长期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金正男其实他也曾经写信给金正恩说，我并没有对政治有什么样的一个企图。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任何政治人物他就是没有安全感，特别是金正恩。那金正男也曾经批评过嘛，说这个北韩的这种世袭制度，他是不赞同的啊。他也是比较支持这个改革开放的，所以这些大家都是让这个金正恩觉得是如芒刺在背吧。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以往在这个安理会里面，中国就主持过这个有关北韩核武的这个6方会谈。那如今中国的商务部这个宣示，是不是大家原本想说透过谈判桌来解决的事情，这条路已经确定从此就断了？我觉得6方会谈现在比较困难，而且我觉得北韩也不太愿意，金正恩不太愿意。他认为我要谈，我就跟美国谈，对他也不想。我觉得金正恩的思维跟过去不太，跟那个金正日也不太一样啊，就是说他其实想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了。除了说他不想跟中国靠太近，因为他认为中国是支持金正男，所以他其实是想跟美国，例如说
他上任之后，他不是邀请 NBA 的那些来 Dennis Rodman 对，就邀请来好几次，而且不是他一个人，是整个 NBA 的球队都去。就是他其实是想跟奥巴马释出善意的，但是因为奥巴马他基本上他是一个价值比较坚持的人，例如说他对于这个俄罗斯并吞这个克里米亚问题，他非常的坚持。但是现在就是说，川普上来之后会不会改变？因为川普是一个务实的人，我觉得金正恩是期待的，因为北韩有2300万人，跟台湾差不多，那他有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是不会罢工的。那如果说美国能够跟北韩合作，那北韩可以说，那我暂时不设置核武的话，我不再发展核武嘛，我跟你做交换，那也可以符合川普在竞选时候过程说，我的日韩要减少驻军，这个是符合他的这个，因为减少威胁了嘛，所以北韩其实期望这个川普，但是川普看起来目前并没有想要跟北韩这个软化他的关系就还是要这个中共你要去牵制北韩，所以我觉得金正恩还在观察啦，就是他身边的国安幕僚会不会到时候会有点改变，这是他的期待。但他的主观期待跟客观情况可能不太一致。对，老师，那接连2个这么大的事件，包括金正男事件跟中国商务部开始不买这个北韩的镁，这2件事情，在接下来北韩甚至整个朝鲜半岛的政局会怎么变化？那观察的重点又有哪些？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第一个要去证实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金正男，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不是金正男，就是乌龙一场。就我们大家的就这2个礼拜，大家就是陷入一个就是混乱的一个状态。对但是呢，现在变成说，是不是其实北韩自己也搞不清楚？对，因为所以北韩一直要求嘛，就是说现在他那个驻马来西亚大使一直要求说，一定要把尸体运回北韩那北韩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就是说其实要去检验也不难嘛，因为金正男身上有很多的特征刺青。也可以做 DNA 嘛？就是北韩自己为什么不用这些点来否认这些事情？对。然后他的儿子是金韩松，说现在也在找不到人。这个要做 DNA 测试也不难嘛，只要头发什么都可以做，对不对？那为什么都不做？那现在双方就陷入到一个这个现在这个结可能要解开因为马来西亚现在也变成说，因为现在有2位。这个据说马来西亚人认为，马来西亚警方有2个人是参与这个事情的，就是一个是北韩的航空公司的职员，一个是他的一个北韩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秘书。对，那这2个人现在是躲在大使馆里面。那另外呢，这个执行的是一个这个越南的女性还有一个是印尼的女性。那据说这2个人也承认他们是受北韩的驱使，所以这个人被杀的人肯定是北韩下令的。但是这个人是不是金正男？这是第一个疑点。那第二个疑点就是说，那这个人如果是北韩下令执行，为什么要杀这个人这个是第2个问题。那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来讲就是说，我认为啦，其实北韩现在的情况当然是这个事情是影响，但是整个架构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说，第一个，金正恩的权力是稳固的，对他基本上是稳固。那中共现在也不想急于处理北韩问题，因为他现在最大问题还是19大，还有这个中美的关系，川普关系。那至于说南韩跟美国呢，我也不觉得说他现在急于要去处理北韩了。他已经有萨德了。对，他也不怕了萨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是一个风波，对，那它是一个政治事件，对，但是对整个大局的影响不大。特别就是说，我们看中共对于这次的这个金正男被杀是很低调的。对，那很多大陆学者也说，这个并不影响中朝关系，因为他们说。即便这个人被杀人是金正男，然后金正男已经淡出北韩的政治圈了，所以他并不会影响。当然，我觉得从中共来讲，如果这个是金正男，中共会觉得说，你就是对北韩会更加的不高兴因为他是我保护的人对，但是很有趣，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金正男，为什么他的保镖都不在？因为金正男其实是有保镖的，对，而且是中共派去的。对，就是说为什么他的保镖不在现场？这也是一个让大家起人疑窦的地方。OK， 谢谢上半场老师关于这个金正男事件的分享。那老师刚才也提到，下半場我哋討論重點係中國對外關係，對馬來西亞當然係對美國，尤其係有可能川普讓習近平搞唔簽電視公佈，先聊一下兩隻章。在那个转到讨论的现状，还为持续的关心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後，已經留1年總統參與15個演說通過憲法咧。外到台灣書記2月初9長老
中国的习近平讲电话，老师，那我们从习近平跟川普的这个电话的时间点来看，我们会不会借此可以看出什么中美关系发展不寻常之处？为什么他跟这么多人通了电话了，到了2月9号了，要恭祝新年之后，才轮到习近平？我觉得川普的确是一个真的我觉得他还是有谋略的人啊。就是说，他为什么跟世界各洲国家领导人都通完电话，就是不跟习近平？重点是包括我们在内。对，没有错。跟蔡英文通完电话之后，我觉得当然他就是要吊足习近平的胃口嘛。就是说，他一直讲说，我跟中美之间有很多贸易问题。那我认为就是说，你要不要解决啊？你不解决，他甚至说一个中国原则都可以拿来讨论。对 ，bargain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是把这个商业利益放在这个前面的。那我认为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讲，他这个3月份要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所以如果他在这个开会之前还没跟川普通电话，是不是觉得很丢脸？因为等于说习近平根本没办法跟这个川普有互动嘛，他对美工作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你说这个川普跟习近平通电话谁比较急？我认为当然习近平急是啊。那另外就是说川普是在打台湾牌。他曾经讲过啊，一个中国原则我为什么要遵守啊？一个中国原则可以作为谈判的一个议题啊。那好像这吊足了中共的胃口。那所以说，你看这一次的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对话，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的非常的大，而且重点放在哪里？其实他们通话时间很久了，重点就放在川普提到的就是说一个中国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对，愿意履行这个政策，对，就是说他但是可以看出双方面的这个报道也不一样。中共是说啊，这个川普说我恪守一中原则，对，但是川普是说我尊重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他这个 policy， 他这个那一个中国政策其实是跟一中原则不一样，是它还包含了，例如说台湾关系法，包含了所谓的对台的6项保证，所以我觉得川普跟习近平也是各说各话，就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了，是表达了这样一个状况。这里有一个我比较不懂的地方，我要请教老师，包括您提到。就两人通话这件事情来讲，想要营造这个互动的环境，显然是习近平比较急。那因为他有这个时间上的压力。可是，在他们两个通完电话第2天，我们看到《纽约时报》一个美国的主流媒体的报道是讲说，川普在一中政策上向习近平低头了。有哪些观察指标，我们可以觉得川普是向习近平低头吗？我觉得这个《纽约时报》当然他你看川普现在上台之后骂最多就是媒体嘛，每天跟媒体开干，对不对？他认为这些主流媒体对他从他竞选的时候就不是不友善的，甚至批评他了。到现在上任之后，他直接跟媒体这个对骂啊。所以我觉得《纽约时报》这个说法，当然我认为当然是从《纽约时报》他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观察倒不是这么认为，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川普他是拿台湾当一个筹码，没有错啊，打台湾牌。对。但是我常讲。能当筹码，表示我们还有利用价值。是啊，另外就是他跟习近平的这个通电话之后，他并没有矮化台湾，他强调是说我们尊重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是你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实际上是要凸显是说，而且白宫的说法是说，我们是应习近平的要求。对，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说我川普打这个台湾牌有用嘛？我打什么牌？让你中国会痛呢？台湾牌嘛，表示什么？习近平其实跟川普通电话最在意的事情就是一中，其他的问题什么都，所以我认为啊，新年快不快乐都不重要了。我认为习近平其实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跟川普达成了妥协，包含两国的经贸问题要谈判，他让步，但他换什么？换的就是一中。但是川普呢？所以川普打的是无本生意嘛。我本来要跟你讨论经济问题，你不愿意，我相信就是。一中政策本来就是美国一贯政策，可是我就是故弄玄虚嘛，感觉说我不要遵守，那你会紧张，变成你要求我，好，那我答应你要给我条件，我要你跟你谈这个经贸的问题，那等于说川普拿到他实质的东西啦，他是等于是买空来卖空啊，因为一中原则本来就是空的嘛，是，他等于换到他实际用空来换实际的东西，所以稳赚不赔，而且他也没有牺牲台湾的利益啊，你看最近这个不是做 AIT 这个新的大楼要落成，对，美国要派陆战队，他在台湾问题上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减少对台湾的支持嘛，所以我觉得川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是大获全胜的。老师，我们从川普，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我们看战后就是美国两党对台政策，那某种程度上，为什么曾经美国会把中国拉得比较近？当然是在冷战时期的联中制苏，那在川普上任之后，
我们要注意到，就是美国跟苏联的关系不一样，川普跟普廷的关系跟以往，比方说奥巴马或者是更早之前民主党的这个克林顿，其实差异是很大的。所以联中制苏这个前提应该在川普身上是不存在的。毕竟他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变得友好了。所以理应现在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上，理应我们这样看，不会比民主党时期更好才对啊。可是我们这一通电话之后，国内有很多的这个学者或者是其他的意见就想说，怎么川普其实还是走这条老路？我觉得没有，他可以不必如此的。我觉得基本上你看，就是说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其实可以说，其实应该说是不是很友善。包含他跟习近平通完电话之后，他的 Twitter， 他没有像蔡英文讲完电话就发 Twitter， 而且连发2篇。对。他后来在这个推特上发是说，你们都说媒体都说我不跟习近平通电话，我通了，对，好像在交代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他的本质上，他对中国大陆，我觉得他是不是很友善的？那他身边的这些幕僚，包含他的国家这个白宫幕僚长叫 Purpose 这些人，对，其实都是非常反中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而且是亲台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川普是经济上的反中，跟他的幕僚是国外幕僚是政治反中，目前是相向而行。但是他在反中的过程当中，他非常厉害，非常善于用谈判的策略，包含说，他给习近平在这个元宵节写一封这个卡，写信，然后通电话，但是他并没有丧失他的基本的立场，或者他的女儿在过年的时候去中国大使馆，就他其实是2手策略，软硬兼施。这个是符合一个商人的一种谈判的策略但是他的底线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退让，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台湾来讲，也没有太大实质的影响或者是伤害那我觉得就蔡英文也很聪明，就是说，川普打台湾牌，他并没有跟着就是好像去把它做大，或者是把这个新闻相对是低调的，因为他也知道川普这个个性，商人的个性。那我不要让大家期待过高。避免哪一天这个从云端掉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蔡英文他还是非常克制的了。对 ，OK， 那就老师提到，我们讲川普反中这一面来好，我们还是从历史来看，我们不要忘了以往几个我们印象都很深刻反中的这个美国前总统们，包括说尼克森跟雷根，你看那个反中大将尼克森结果跟中共建交，然后后来雷根结果还跟他们签了817公报，所以就是我们要在这2个这个前总统的这些作为当中，我们是不是国内最近也兴起另外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反而看似川普反中，然后他冷不防的，到时候因为他们这一次的通话已经互邀要到对方的国家去访问，该不会这次访问这个西川会弄个第4公报出来？我觉得这倒不至于，因为他身边的国外幕僚不会支持这件事情那你说谁身边的幕僚？川普身边的幕僚，对，而且就是说。你看出来，就是说，其实他就是都是在打一种烟雾弹例如说，一中原则可不可以这个要不要遵守？他其实也是放个消息出来。可你看他整个的架构，后来的发展都还是维持基本的格局。我觉得就是说，他跟中国大陆跟习近平通这个电话的目的，到真正目的还是他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当然你说台湾的这个地位跟台湾的位置来讲，对美国来讲，不管是安全上或各方面都是非常重要。你看最近中共自己亚洲周刊爆发出来说，会不会在台湾部署萨德？对，就是中共是担心这一点嘛，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军部分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琉球的这个美国驻军遭到很大的一个批评反弹，虽然美军还在那边，但是他们也担心未来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开始把部队往关岛去撤。但是如果中共要对关岛进行所谓的核攻击或者导弹攻击，一定会越过台湾海峡跟台湾，所以台湾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是所以其实中共现在反而担心的是，川普会不会在台湾部署萨德？那对习近平来讲是更大的难堪，就是说韩国布萨德已经是很大的难堪，那台湾又不，那怎么办？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这点才是习近平比较担心的地方。那至于说第4个公报，我认为短期内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来讲可能会造成整个美中台3边关系新的一个波澜。对。真的，我们假设从中国内部的一些人事安排来看，他接下来对台跟对美政策的走向，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待。比方说，比较早之前，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常提到周志怀这个台研所所长，他算卸任，但是新上来的这个杨明杰，他是专攻对美外交。那他这样的一个人事安排，我们能看出他有哪一些
布局的可能性。另外一个，昨天晚上最新的消息，郑丽中也被拔掉了。对，老师怎么看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会换杨明杰？杨明杰对台湾并不熟悉，他主要是研究军控跟美国对华政策。是，就是我刚刚讲过，就是说，习近平其实他并不希望台湾问题在19大之前被发酵，因为他希望台湾问题越淡越好。所以，但是川普打台湾牌，这让变成说台湾问题变成中美关系一个新的变数。那台湾问题变得更加国际化。那传统这些对台工作的研究者，或者是对台的这个部门来讲，太保守，而且一直误判台湾的情势。所以现在鸽派被打下去了，鹰派上来了吗？我觉得这个杨明杰不是鹰派啊。我觉得就是你看习近平上来之后，很多人说，哎，怎么没有地动山摇？对，虽然有一个圣多美，但是我觉得那个圣多美也是因为跟台湾断交，是因为主要还是因为川普讲了这些东西之后，对台湾的这些讲话，让习近平下不了台。他又不能去骂川普，他只能够拿台湾来出气。可是拿台湾来出气的话呢，他又不找一个大的国家，找一个最小台湾的邦交国最小的，这15万人的国家，就比方说他其实是非常克制的。我刚刚讲过，因为你今天对台湾打压越大，独派的声音越大，独派声音越大，大陆内部的鹰派或者是什么武统派声音就越大。那习近平现在是想要打台湾吗？他没这个能力，没这个实力啊，甚至会造成他内部的内乱。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是希望蔡英文能够稳住的独派，所以他虽然找了一个圣多美建交，所以他是告诉蔡英文，就是说我有内部的压力，请你也不要过于。那怎么突然来个郑丽中被拔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过去的这些涉台体系，包含郑丽中也好，或者说周志伟他们的这种背景，是没办法应付目前新的台湾的局势，所以要找一个像这个杨明杰这种国际